我每日都感到欲火焚身、熱血沸騰、精力旺盛。就算搞幾耐嘢，個人都唔攰。你冇諗錯隔離啊！我講緊我搞片搞幾耐都仲有力。食 NMN 其實就係為咗補 NAD。NMN 要經身體轉化先至可以用到。不過我食 Glowin 就係直接補 NAD Plus 本體，唔使等轉化，身體即刻用得，修復快好多。你 feel 到成個人長期都充滿電，食一次已經有 feel。唔單止凍齡，仲係細胞測試器。你食佢嘅時候覺得面紅耳熱，成身都痕痕地，唔使驚，呢個唔係過敏，係潮紅現象，代表身體細胞開始做緊嘢。鼻紅代表你鼻敏感，耳仔紅代表肝臟問題。屁屁紅代表婦科或者腎氣不足，四肢關節紅代表你濕氣重，佢都會幫你逐一修復。30分鐘之後紅就會消退，代表你真係啱啱叉完電。食咗一段時間之後，身體冇再咁紅咁痕。但我有一日通頂冇瞓覺，第二日食佢，我成身都紅晒。事實證明唔瞓覺真係好傷身，有時身體嘅運作同細胞你肉眼係睇唔到，要去到 body check 先知有冇問題。但呢個 NAD Plus 幫你細胞修復兼充電，用發紅嘅方式提醒你身體邊度要收啦。佢裏邊有好多超強嘅配方，幫你抗氧、穩定情緒、促進代謝、改善睡眠，唔止抗老，係令你成個人由內到外靚出嚟。佢唔係咖啡嗰種假精神，但佢係令你頭腦精靈，成個身體好似充爆電咁。佢哋見到我對呢粒嘢嘅愛戴，特意封咗我成為佢哋嘅代言人。Glowin NAD Plus。